讲到这款的沙坡仔车，不管是伫咧发生这安全抑个管理问题，屏东县政府去年底有定出着这沙坡仔车活动管理自治条例，今年正式来推动。其中这本州乡因为有天然地形，长期有业者伫遮呢用沙坡仔车带人观光，业者即摆会当合法经营啊，公所也配合着乐山风景区推设一条旅游路线，也将做全国头一个合法的沙坡仔车场地。游客骑沙坡车照业者的指示，等水较细，油门随吹落，顺利爬去伫对面的沙坡。屏东满洲的港仔社区用沙坡车来推设在地观光，已经逾20-30档啊。业者表示，进前欠缺法规来管理，则因为安全问题三线纠纷。屏东县政府伫去年大兴修法，今年5月正式推设沙坡车活动管理自治条例，将业者的经营甲游客安全拢纳入规定。无论是业者也是民众，拢真认同。观光应该有帮助啦，然后可能就是安全上的配套真的要比较完善一点。对啊，但是生活但唔知有通法等他们伫遐买来买去啊，你唔叫等人来骑到底，个挡到底，找路个挡到底。啊，人这已经20-30年啊，你挡啥咯？屏东县大兴全国头一个定沙坡车的自治条例，日本州乡也甲沙坡车结合地方的观光，成立乐山港风景区。港仔社区讲，因已经有利用当地自然生态景观，规划出一条旅游路线，要使民众来佚佗，带动地方的发展。阮即摆有社区去设这秘境，就是有这加山车结合，我要带人去秘境遐，真正水的。从0年的新办事业计划也经农业部林保署同意核定，行政院也同意土地拨用，目前课政办理土地用地变更作业中。因为计划有牵涉到国有地半径承租问题，目前也搁在等待中央的核定。公所讲，上今年底进前，就会当成做全国头一个合法的沙坡车场地。记者柯家如顾朝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